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骑机车骑到半路啊，砸落窟窿底，这个女骑士阁大不倒。这是发生伫高雄的公山，落雨天，一个大不倒的女骑士骑机车骑到开元街，突然间规台机车摔落一个大坑窟，伊是惊到大声一直喊一直吼，阁来讲伊腹肚痛。热心的民众听到，赶紧冲过甲关心，才发现讲这是一个大不倒6个月太太，赶紧甲送病院。啊，讲是这个电信公司当咧抢修公路，但是竟然无放这个三角锥，嘛无人员伫遐管制。公务局讲，若是早前属实，会依法来追究。一个有心的负责人跳倒来栽入这个坑，情绪真激动，边有一个热心查甫人赶紧甲扶，伊咧疼甲一直哀。代志发生伫高雄公山的开元街下晡5点外，桥倒来经过这个所在时，无管这个措施甲人员，所以讲一定人带车栽入这个坑。不会要求什么赔偿，会啊，你一个人摔在那个洞里，然后都是伤口还是沙子，他们之后公家单就他们单位就是只是打电话来问，小姐你现在还好？我真的觉得超虚伪的。当时这个坑已经囤好啊，工程单位讲，当时是电信公司伫做公路，可能是无细致、施工无小心，才造成这意外。这个负责人最后被送到公山病院去急救，家在母仔囝拢平安。本案涉及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部分，相关肇责已由交通大队分析厘清。公务局表示讲，公线单位若是施工的期间违法管理有缺陷，会依照高雄市污管的条例去追究。毕竟你搁看一摆这个画面，无警告标示，嘛无人员的管制，骑车经过恐惊无半台是安全的。